各位1539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吉利539。来看11月初4礼拜二开出来号码0107122939。来顶一支11月初4，掠10粒号码，有9粒号码无出来。继续来看11月5号礼拜三，踮遮提供10粒无出牌的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啊。02、05、09、10、15、16、17、23、33、35、02、05、09、10、15、16、17、23、33、35以上这10粒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啊。感谢收看。